我當然希望我經常會嚟馬來西亞啦，即係正如我頭先所講，我第一次攞獎喺馬來西亞啦，兩公婆第一次出發又喺馬來西亞啦。如果將來真係有 BB 嘅話，希望去旅行都係嚟馬來西亞啦，係啦，希望到時可以同大家見面嘅。女仔，我想問，聽日係咪馬國明放假一天？係啊，即係星期日啊嘛。呢3日都係喎，係喎，你嚟就放假啦。係啊，我好開心㗎，馬國明。希望下次都請我哋想放假嘅時候。普通話你不一定聽得明白，但是我說廣東話你一定明白。你啊啦。好嘅。新聞女王2嘅拍攝進度可唔可以透露一下？我仲拍緊啦，我未拍完啊！新聞女王2進趕緊啦，因為而家都好趕啊！我哋深圳好快就拍晒深圳嗰部分，跟住會翻香港。咁香港仲有我諗大半個月要拍嘅，咁啊希望趕一次今年女戲劇俾到大家觀眾睇啦。